像有一个天气，大家看是也系马感冒。更清好，分享收看出名台北，我系王小 K。我咧下呢系到故乡美浓去了解共林里，大家看到呢，你啊就是到菜市场有个那个朋友吹条，朋友吹条老，你下市面上看到冇嘛个强用哦，像大家看到，你啊就是朋友吹条，见到市面上看个吹条冇嘛个强用，佢要用细细冲冲泡泡，是去咧口感冻嫩哦。你系到美浓菜市场为有个那个土中生白玉，地内出黄金，爱用个吹条哦。虽然讲今年落水量又下到，啲产量又到影响，不过对菜市农民来讲，你朋友吹条按时行个作物，记得系用个跳过，记得个股东费，记得个那个朋友吹条个发通贵，来带动这个影响力，还有地面图呢。因为你下去到讨论现场，睇大家用我来讨论。开会了！今天讲条来到讨论个现场哦，因为呢，到美浓市区啦，天气也蛮好。其实讲实在啦，你啊天气确实会冷咧哦，是讲做啲时日温啦，扫路都个排骨吹条痛，真嘅都有推弯个氛围。过去我们讲到美浓，我们经常想到的集体记忆是烟叶，可是呢，现在这个萝卜。白玉萝卜声名大噪，讲到了吹条，其实其他个客家种没有啊，像信州、像推种、赣语、云林、通胖有种啊，都带这些吹条，让安尼米拢个落撇了，又嘛个政策，透过样片，安尼先来了解。80岁嘅林义峰阿伯婆，呢度喺田空穿上穿下，數腳同流量嘅啲嘅綁落喺咧。張流下班呢，就放到櫃台度嘅。今日咯，8個 kilo， 威量8 kilo。今日食順路也個醬，也個油，也就有18年咧，哦。也一條又一條，悠悠嘅又長長嘅作物，就係大家都知嘅。美濃寒天長油嘅朋友落批咧，其實就係頭擺美濃人講嘅洗落批咧。我哋客家人吼，我哋出。葱芽的安尼刺筒带下有一个对联，就是有讲到土中生白玉，地内出黄金，所以安尼我认为讲诶，一个白玉就是胖玉落皮，是土地龙神送给安尼闽农人的礼物出嘅。是唔過頭擺朋友落批咧，啲美濃無種動到，都係種地位自家食聽聽。唔嘅嘢咧哦，講出嚟安尼一把安尼偏紅嘅呀，哦，安尼都有點。用安尼兩粒印兩粒點嘅咯，改好落去咧，就拿來裝嘅事。講安尼種蔬菜行啊，哦，安尼有咩要點？蔬菜行點，改送咩？跟嚟啊？係講食唔聽，一到熟泡包尾就拿來滷，拿來洗，為食也凍呢片，要茶飯。頭擺建工時期，一到美濃人嘅屋企，天醋都會有。哦，頭擺做些，用安尼翻落個大飯。阿公冇錢咩？頭擺安尼咧阿公是這啦，就拿條路俾你滷呀，都帶啊，裝個飯落去呵，都飯鹹嘛嘢，起然哦都幫佢拍糖炒，安尼食。秋冬時節，啲美濃地區種當道用嘅作物係一片青苔嘅特色。不過其中有2種作物，做得講係同時種下去，也同係順風看到也櫃台片嘅長悠悠嘅也被下背，其實有2種無相用色嘅作物。同係照片上看到嘅呢，就係差唔多種到去90日又好摘嘅鳳頭味。同係右片看到嘅，就係種到去又好質地又夾又好棒嘅朋友落皮嘅，也啲美濃一定舒服樣。我哋也田全部名人，大家人嘛種落皮咧。落皮咧，鳳頭嘅、토마토、甜椒嘅安尼，都家家種安尼。小農呢頭曬啲朋友落皮田好，看起來往日有成樣啲。也到落皮咧，唔單止同美濃農民帶來收入，大家未看到嘅美濃淳樸嘅民俗風氣，韓國飲食文化內涵。乃獨生朋友哦，土中生白玉。好人文的一种想象跟称呼哦。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大家一起来谈谈美浓这个现在声名大噪、独领风骚的这个白玉萝卜，邀请到很多的这个焦点的特别来宾都要跟我们共下来讨论。提前来为大家紹介係美濃區嘅農會總幹事鍾清輝鍾總幹事，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抢错。听位对面的少界系，印尼故乡是农业区界主秘王正义，王主秘你好。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第三位对面呢，佢系专门做那个农产品改行销，介绍的是我们农产行销公司的经理潘永祥潘经理。主持人大家好。欢迎。现场吼，你唔讲你挑赛，你米农改乡亲大家好。你看到个 VCR 个样片，就看到其实多俩浪天个时节，俩片个圣山唔会完全唔会亮起哦。我们听到这里有一个称呼叫做“冬季礼作大发生”，这个词很有意思，好像宇宙大发生，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一种活力的感觉。我先请教一下我们在地的文史工作者哈，钟柳。我想要先抢问你啦，到底了解在美浓区在地来讲，这个冬季礼作大发生，它是形容代表一个什么样的景况啊？就講人咧無種嘅時候，人哋發現哦，美濃農民吼，那要有一危機感吼，那開始吼，他個要想講，甲我哋種麥嘅，有時講都較緊如果工人就開始工業一片田嘅啊，所以後來我都發現，佢當然啲旱田嘢吼，對嘢禮作時。都有啲人就會開始咯，甲唔曉得種頭嘅，都會去種鳳頭嘅；曉種蘿蔔嘅，種蘿蔔；種頭媽豆；種山椒嘅，種辣椒嘅；曉得種木瓜，全部都工業去種。所以你都發現吼，其實除了都講睇東無西東無安尼，都講種起種，會看到有全部規片無以外吼。其實係講個美濃係咧旱田時節最長。旱田嘅時節最長。旱田都一下時節，入邊而家來到美濃吼，會發現全美濃吼一內吼。好，這個你像一路看那個些農作物啦，最起碼有幾十種以上。所以這樣說起來，10幾種的這樣冬季禮作，其實可不可以說是我們美濃區在地農民一年的主要經濟收入來源呢？如果這麼豐富的話，對，主要屬於全部被大部分被填下加幣。年都很愛用，好，現感強一。所以原來大發生其實帶動的是背後的那種在地的產業經濟。該阿伯現從該老農民應該要會搶門哦。挑狗剛剛我們仲良講到，其實在美濃區過去來講，我們講你們挑狗係工作細蘿蔔的嘛，就小蘿蔔這樣的稱呼而已。白玉蘿蔔是現在這樣碧麗堂皇的新名詞。挑狗哈，還沒讀。種這個白玉蘿蔔的這個歷史，其實過去是很隨意的栽種，在那個嘎嘎角啊或者基林地，就是農民很常見、很常用的這樣的一個食材，種作來講是過去還很普遍誒。你下長潰死變成是一個正經的作物，一個單向的大作物來做，很安用嗎？我伊個人呢，幾乎無安尼波動，安尼樹膠為時節了，都空出嗰度田球出來。10年前咯，美濃農會都推廣安尼拍肉蘿蔔，都開始安尼有種規模規大，以前是用一時代切下時代冇賣安尼，過後5年前咯，有農會推廣過有咩種一啲安尼乜嘅，安尼古董區嘅安尼出來嘅一本蘿蔔啊，台灣泰式裝皮叫做綁蘿蔔的。所以泰國你自家也有種了解垂條，也有哈，你種多少面積呢？今年種4份。西服呢，要一胎的哈，好，謝謝。所以從過去哈，昨日的舞台是煙葉，今日的舞台登場的是白玉蘿蔔。我們現場看到哈，就是這樣，這個白色的蘿蔔身體，綠色的蘿蔔葉子，其實真的很美。它的形狀就是跟我們在其他的地方看到生產的蘿蔔不一樣。透過簡單一個畫面，讓大家少改哈，可能因為又對其他體系嘅觀眾朋友冇按了解。我們講說，這個冬季美濃的限定特產是在地獨有的，就這種白玉蘿蔔哈。它最早是從日本引進哈，他們叫做朝陽早生種啦哈。過去剛剛我們大哥還有仲良都講到，其實是隨處可見，是作為補充經濟使用的那一種在基林角種的一些作物叫小蘿蔔。但是現在呢，有證明叫做白玉蘿蔔。我們剛剛有看到實體。它其實長得很像小小的火箭筒哦，尖尖細細長長的這個形象，跟我們在其他的地方看到那種胖胖粗粗的大蘿蔔不一樣。這剛好也就是呼應着在地美濃的特殊的地理條件，因為土質要鬆，這個蘿蔔才可以鑽啊鑽的鑽到地裡面，長出細細長長一條。它不只是細長，主要呢是它脆嫩很鮮實，吃起來之後皮是嫩嫩薄薄，不用削皮，所以它特殊的口感跟它美味的滋味，就是被大家吸引，所以大家叫白玉石斑的蘿蔔哈。好，那我們再來要請教一下哈，
这个萝卜现在在整个台湾各地来讲，白玉萝卜现在在美浓变成另外一个代名词，受到大家该注意。不过大家也看到，其实今年的天气阿慢紧松哈，连连落的加白该太水，几次台风，就算它没有入境，几个外围环流还有它封面带来了那么多的雨量。其实我们关心的就是说，在冬季里做这个白玉萝卜，到底是需要水还是怕水？今年的这样绵绵的雨季对它有影响吗？我们可以先开放时间，让我们在地有种白玉萝卜的乡亲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白玉萝卜哦，它也归奇妙一类作物啦，因为伊就是露水苔的，哦，我种第3次的。哦，第3次种啦。我第一次几时节去无乜嘅落雨，因为4月份以后哈，一般就无乜嘅落雨咩，就是日夜温差大，就是个露水安尼，就会太的，过神奇。今年有嘛个养熊吗？今年就。怪奇怪，4月份，9月份种，9月份中旬种的，到11月甚至到下吼，还会落雨咩？所以伊就怪强雨，雨水大吼，伊就会就讲怪到逆境啦。那在收成的量上有受到雨量的影响吗？雨量18啦哈，所以你是9月份应该算是比较早种这个白玉的哈，对，那也收成起来了。收成的状况如何呢？我收成的时间，因为我一摆吼，就送拍卖市场的时间，就价市就可能你看到无安降啦，所以价市就过差啦。我去年来讲，还有前年一般1公斤可以卖40多万元。还算可以啦，有下讲啦哈。好，先感谢来给农民采购。其实讲的哈，在种这样子很娇嫩的白玉萝卜，其实受到天候的影响，其实其他农作物普遍一致啦哈。不过今年大体来讲，虽然在收成的量上有一些小小的受损，不过刚刚我们大哥讲一样好吃哈。那我想请教，这是白玉萝卜，它整个产季在整个冬季都还有。这个大哥是先种的，然后就碰到那一波的雨季，有没有请问比较晚种的？那晚种的白玉萝卜跟这个天候上，或者今年的收成大概是怎么样？我昨天请问那个信上吗？今年个特别啦吼，因为读到4月初嘅还有台风啊，好啊，甚至雨水个台风来啊，伊变成农民本来准备要种的，变成无办法种啊，因为天气准备起嘅，所以伊唔敢种，种啊，变成又要等过久嘅时间。所以你什么时候种呢？我在11月初。哦，他9月，你11月，你拖了整整2个月才种啊。因为冇办法，台风的关系，雨水的关系，所以今年的整个产季啦哈，也会放一个下半面，甚至有的还可能多1月就还没有。1月都还可能有。谢谢这位大哥，我问题就来请教我们的总管师啦哈。其实大家有关系吗？今年天气下老风烟对比还唔紧松，可是又养熊吗？其实农民也可以变巧啦，迄讲也落迄个爱心果无时节吼。也要拿来做个加工品，个用个卖相个好个吼，到市场上去行销，个卖相个差部分吼，就伊家来做安尼萝卜糕，也卤萝卜咧，也讲卤萝卜啦吼。目前安尼农民大部分拢会做安尼一个弹性的一个利用啦。其实你讲到了个帮你垂挑啊，你还走到安溪夯、安凤夯哈，有2个很大主要的关键，在地的相关农会单位呢，他们很努力在做2件事情，把白玉萝卜的名号打到这个台湾的农采舞台上，透过2个路径，一个呢是他们举办这个白玉萝卜季哦。第2个呢是透过白玉萝卜股东会，这股东会我们想象这个词是放在商业模式操作，哪来放在农特产上，适合吗？带出了什么样的效果？你透过下不该样片看下那一款。不时的地田风来来去去，清淡的老上都卡在咧用的房体，后上的农民王医生，忘记用心的一个治理，也得朋友都配用的。也今日也去种的哈，咱种的下差不多1礼拜嘅，因为吼雨水如果大吼，就降雨水啦。迄雨水一下来吼，也个落皮了吼，就慢慢难从内方安尼拔出来安尼啦。前一日，陆太医王医生动手，因为也看到的野球田，就会其同农会合作的朋友落皮古董田。目前哈，应该田球哈2分半等于差不多125股啦。125股一股哈，差不多平均一个家庭来讲，差不多5、6个人哈。可以平均就差不多有200-300个人超过哦。
王美成是同美浓区农会合作的其中一个农民。对5年前的胖养落魄龟，美浓区农会开始用股东会的方式同农民合作，谋求合作。大部分农事提案发通，我也到股东自家老铁去甘肃帮胖养落魄的尤其生企业，每位行家接近土地。股东会的概念是希望说，民众可以跟农民同心。那农民在种植萝卜的时候的一些心情啊、状况都会 po 在 FB 上面，然后让游客也知道说啊，我现在萝卜长得怎么样啊，有没有下雨啊，然后就跟着农民一起去，就是那种心情的浮动。对，那就是说，其实要告诉大家说，种农作物是会有风险的，那也要请股东们一起来承担这个风险。当年的胖养落魄股东会都一定舒服样，一推出研究的发图，一下就本人做文呛呛，今年的800股半点钟内就买脱了。安尼唔难抢有人落来嘅，要同农民天数一道。当然啦，这家办的话，当然劳力上啦哈，跟时间上当然会花不太精神啦。嘿，按迄个大部分安尼农会来用股东会的方式来做一个安尼的股东的方式来帮落魄的来贩售哈，当然吼时间上跟安尼劳力上当然就大蛮成功安尼啦。其实对于老农来讲，他们在采收上面不会这么的吃力，就是有人帮他采收，因为其实萝卜它没有采收的机器。那对于青年农民，其实他们不只是种萝卜，还有种一些陈皮香、番茄，或是种地瓜这种后续的作物，对他来讲，在后续经营客户的关系上面，可以更有后续的行销的部分。去年胖养落魄龟的发通期间，民农的迎合蛮几多。不过同时没有面对天差味、韩国垃圾也等问题，农民喺分享大家去加填空，不过没有接触的农作物可能会被人难度受到损害。过天日胖养落魄龟正式列入各种生命态节庆，农会鼓励农民做得传统自家的股东会。不过上个到位係，迎合天作係會增加，給民農菜地準備好為係。在影片里面的妮雅都显冲哈，伟成，我请教你，刚刚在影片里面看到你哈，你也是这一次我们农会的这个白玉萝卜股东会里面的契作农民之一啦哈。其实过去你的萝卜田、白玉田就有开放让你自己的股东、你的消费者来采吗？这个采收哈，因为一天农夫他们可以体验印尼的农夫啦，来到民农不单可以帮萝卜，也可以摘토마토，所以一连串的安尼体验活动哈，可以带本人归欢乐的快乐的安尼。股东会的形式来行销你自己辛苦种的农产，你有什么心得呢？除了说跟你采落一片当年的토마토跟你认识以外，好从安尼。农民跟客户之前都米也就变成朋友，朋友咧，嘿，錯，新人係咧新人人咩都米也就唔係講新人人農作物，對看到人就底下人農作物嘅好處，底下只嘅。所以你在太阳底下挥汗工作的时候，心里会觉得有成就感。根本有成就感，心情就歸好。哦，這麼有成就感哈。好，不用感想哈。其實我相信在其他縣市的各地區農會或者是鄉鎮市，他們有主力在做農產推銷，說一定也會很好奇，我們美濃區這樣的成功模式，到底這個白玉蘿蔔股東會它的一個遊戲規則是怎麼樣？有哪些關鍵重點？我們可以來施法一下。我們請下農會的承辦人也能夠來跟我們說明一下，好嗎？其實今年我們選出6位農民，那選出這6位農民，是我們經營品牌的一個概念。因為其實這6位農民，你們都要精挑細選哈。對，都要精挑細選。好比說，剛剛我們看到偉成就是一個，它的特點就是好在哪裡？它其實就是它後續還有陳皮香番茄之外，它也是產銷班裡面的成員，然後它在用藥管理上絕對是安全。所以用藥，它的友善耕作，它的標準都你們都農會要精挑細選。所以由農會來招募這6個作為契作的農民。對。那農民的股東田大概分多少範圍？每一個人最多就2分半。2分半，聽起來是大還是小啊？不多，還好。這是你們選擇的範圍，但我們要請教為什麼要選這樣的範圍？那接着再怎麼做呢？就是2分半，大概就是一分，大概就是有50股的量，分50股，一股多大的面積啊？大概4到5坪，就是建議遊客是大概5到7人來參加，才不會太擠。
一块萝卜田当中的4到5坪作为一股，对一股是卖700块，就是对网络上去认购。对对对。然后一股呢，大概可以鼓励到5到7人去采收，对，差不多像一个小家庭，再加一些周边朋友来采收，对，设定的所以一股大概可以采收40台斤。40台斤，天气好的话就是可以更高这样子。那一个人平均可以分到几根啊？够不够煮1锅萝卜汤？哎，够啦，绝对够，绝对够1斤大概就2条或3，因为我们是小的萝卜，1斤所以这样一股700块算很实惠，非常实惠，而且就是700块，我们是包含就是在农民的生产成本、宣传跟管销这方面，其实都包含在内。假设我今天是消费者，我是股东，我认你的一股田之后，接下来呢，你们今年的这个设计是怎么样？我们今年是就是1甲半左右，总面积，对对，大概就是开放约800股的量。800股，刚刚听说秒杀是不是？对，大概半小时30分钟。所以全台湾各地都有消费者去认为做股东。对，全台湾。他这么爱吃白玉萝卜哈。好，那这样子在产值上呢，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大概800股，你乘以大概一股就是7个人，所以人数大概会到达5000人，但这是分批啦，从11月中到12月中都有。哦，就整个白玉萝卜产季，刚刚我们一个农民先生说，他今年比较晚种，可能会到1月都还会有活动。对，他的就是到12月中。12月中，所以这5000多人陆陆续续会进到美浓区来，对，没错，那不是整个产季变得很热闹，非常热闹。然后就是我们那个3.2万台斤，就是用一股40台斤去算的，对，那56万元，我们是用一股700块去乘以800股，这样直接去算。那这实际在股东会上的运作可以得到的实际收入，不过我看书面资料又说你们的白玉萝卜的产值现在上看2、3亿啊。对，它其实不只是，其实新鲜萝卜的产值它没有很高，但其实透过比例中的一小部分。对，那其实透过腌制或是老萝卜啊，还有后续的观光的产业，像是陈皮香、番茄、红豆这一些带动，对，都会带每一个人大概平均消费都1000块，那每天基本上都会有人来拔萝卜。好，先谢谢你，后续相关问题还会再请教总干事。潘经理，我想先请教一下，这种企业模式的股东会操作，股东会我们知道，首先就是要一个集资嘛，对不对？然后集资过程还有一个就是在认识它的整个营运过程，对企业来讲是这样，那对农业来讲就是对消费者而言要来了解参与你们的生产种作过程，那变成一个很重要。股东会的这个发想放在农产品上，它的一个利多是什么？这些股东呢的心情跟着农夫一样啊，该下雨的时候希望下雨，希望不要下雨的时候跟农民是一样的，担心会下雨。那反过头来讲的话，这位农民他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持，那他在种植的时候心中就会想到这些股东，比如说今天太阳太大了，但是今天该去除草了。对，但是他想懈怠就对了。对，他不能懈怠，因为他后面可能有150位股东，然后再带他们的亲人来，可能有上千位，会到时候拔的收成的那一天，眼睁睁看着他到底有没有努力管好这些他们的萝卜。这样听起来这个模式很好。不过我们看到现在农会也就只有6个契作农民啊，你如果股东会的效果这么好，为什么不要扩大呢？因为我们长期跟农会一直在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为了要维持品质。因为如果瞬间扩张数量很大的话，事实上品质是不容易被保证的。好，先谢谢我们的潘经理。那么高雄市的这个主秘农业局的主秘，我也请教一下。其实高雄您刚刚说有几个区，38个区，对，38个区，每个区都有休闲农业区嘛？我们美浓有什么特别的？如果说它结合现在最夯的这样子6级行销，我们这边有什么在地的优势？对，没有错。事实上是美浓是我们全高雄38区里面唯5个。只有5个休闲农业区，那最大的就在我们美浓。我们美浓有20公顷的美浓休闲农业区，200公顷的农业区。那我们每年就是透过休闲农业区跟我们这个所谓的白玉萝卜季的合作吸引全国的一些好朋友到那个美浓来做什么？不只是采萝卜，它其实是一个半日的旅游，1日农夫1日的一个体验。所以他能够来这里采萝卜，那个美浓的一些美食，加上这个所谓的人文风情，应该是非常吸引大家来到这个地方。那他以这样的农作为内涵的活动核心带出来观光效益是好的吗？非常好。除了说在产值上面，那在这个旅游内容形式的意义上，这么特别，在美浓这样子，像包括冬季里做的各个啦，在我们高雄市来讲，算是一个示范吗？
美浓是一个重点，所以我们从美浓白玉萝卜季开始，它后面有我们的陈蜜香的一个番茄的一个季节，所以整个休闲农业区会带动整个美浓，吸引所有的游客到这个地方来。我们也透过这个相关的计划，从中央到地方，我们投入在休闲农业区里面的一些农场的建制跟基础设施，所以在每年的这个季节，就非常多的朋友到美浓来。那我请教一下哈，其实在地除了说有6个契作农民之外哦，大家在这几年的这个操作模式，直接在你的产地上跟你的消费者、跟你的股东互动，哇，那这样变成你们要做的事，除了拿锄头之外，还有很多事都要放在心里。你们的甘苦谈也可以给我们其他的种作的朋友一些经验分享嘛。我来看到这位举手的大哥。那我们在这配合这农会几年之后哈，会有很多的股东外面的股东他们说，因为股东会的名额有限，对啊，而且是几乎都是越来这2年都是秒杀，大家都有时候抢不到，抢不到情况，因为他们已经认定是你了，他也不去抢别人，他就专属要抢你的。好比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傅志刚，所以我就专门抢傅志刚的哈。结果他们抢不到的时候，因为我们已经这几年之后已经培养成变成朋友了，他们就直接说，傅先生你那边还有没有啊？因为股东会的真的抢不到，那因为我们股东会在招募的时候，在招募股东的时候，几乎萝卜都还没种。因为今年有很多的股东都说他没有抢到怎么办？那没有那因为还有田地可以种的话，那好没关系，那我就比如说今年就试着自己来办看看，就是跟股东会的模式一样。那我们就是在到田区之后，先跟一般的股东让他们了解说我们的田地。我们是怎么样去照顾萝卜的？萝卜是怎么成长的？我们萝卜要采收要怎么去采收？今年我们是用股东会的方式，我们是一区一区的，所以田里面的萝卜都是你们的。所以不只是拔，也有教哈。所以其实你觉得这个整个活动对你来讲是心里很充实的呢哈？对。好，因为你自己要个案底在这，心里要有做准备，要去迎战这一些你的外地来的朋友哈。谢谢。那我想请教一下，好像隔壁有一个年轻朋友也来种萝卜，表示萝卜大有可为啊。就我感觉俺们这个本身农民而且提升服务业，甚至到旅游休闲业的那种一种精神啦。因为你这个种东西种很多东西我像个靠拍卖市场的话，其实价值起伏。但是唔去讲干那农田做成一啲观光的市场来讲的话，游客来一片的话，相对可卖是像俺现场都有卖俺的토마토还有一些腌萝卜。然后还会跟你设计讲，你俺田要怎么样尊重农夫，那有位游客他是拔袋子的，那像你的田区你是用发放袋子装满为止哈。对，我感觉有点好处讲一个游客一绑要绑有成就感。是，一个推人拿2个推3个推，甚至有人买5、6个推的，有个5绑，这样子。有的人还佫神奇一个推有冇？还记住讲绑16斤，塞得满16斤真是怪可怕。怎么样也不能漏网之鱼，最后一根也要插在上面带着走哈。带。好，非常感谢你的分享。好，谢谢。我们听到股东会显然是在一个农作产销上的一个重点，但是所有的农作物可以这么操作吗？白玉萝卜在我们美浓区的总面积是种了200公顷嘛，总干事对不对？200公顷的白玉萝卜，那我们做股东会也不过是1.5公顷，是比例当中相当少的。其他的面积这么大的白玉萝卜，现在市场的这个名声很好，销路很好。这个刚刚我们回到刚刚一开始谈到的这个预警制度，在农民跟消费者之间的那种形式可以提升，这样子的一个巩固的形式，在区农会。你们将来会想要在做大，还是在做长久这个部分会有更多的思考，可以让做得更好、更稳定呢？绑萝卜的需要咁多工，所以俺那位用讲透过股东会的方式，用游客来帮来替俺那啲农农来上工。我天气的部分，个俺嘛希望讲个，个俺绑萝卜的那个过程之中，迄讲因为听到俺嚟讲，个攀用萝卜的生长期咁短，40年就可以绑的，所以按短期之内需要按到。努力的一个工作来讲面积迄唔係講俺作為咁面發面嗰問題的時間，不宜講嘅一下個面積增加300公頃、400公頃，安尼可能反而會對俺哋農民來造成一個生產的東西會有一個行業會一個速度阻礙問題。所以呢，結果也又因為看到市場價格好，有擴大面積，農民搶種，會曾經有發生過崩盤情況嗎？有。
其实安尼都民国99年嘅下来吼，就安尼农民感觉啊，种落迄个按好种40年就可以采收嘅，国家是按好，所以隔年以后也就种植的面积差不多300-400公顷。所以安尼时间按短期按巨量的东西，过安尼拍肉落皮又唔方便储藏，因为伊过油，伊保存不容易。所以安尼时节啦希望安尼冇对加工，也另外开放一个比如讲股东会的游客的天数帮来解决农村那个劳力的问题来讲安尼那有办法的处理。我们去农会甲总管是讲吼，了解米农种的东西非常安多，多了浪天个期间，我们有4大天王吼。白玉萝卜种的时间比较早期，大概在这个寒露霜降差不多那个时候就开始种作，所以它有点像带路机、带路机，带出我们一连串活泼的冬季礼作。我们看到4大天王有哪一些？有刚刚讲的陈蜜香番茄、小 tomato， 你看嘎斯冻红哈，还有米豆，还有我们白玉萝卜、红豆。那这4大天王看起来，这个小番茄跟这米豆，虽然说它的种植面积没有红豆这么大，可它们2个加起来的产值就差不多等于整个美浓区的整体的冬季礼作的产值占了1半哈，所以他们的经济规模是相当了不起。那我们的白玉萝卜这几年来独领风骚啊，带领的这个其他的冬季礼作在慢慢的发生，包括红豆。所以我们也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区农会还有我们的高雄市政府都在努力的推我们在地的这样白玉特产之外，很重要的一个亮点，除了是在这个农地教育可以推广的更多，在消费者端跟生产端产生紧密的信任关系之余呢，它不只是单一项作物。周边的效应一起带动起来，整个冬季礼作的大发生，其实对我们消费者来讲也是大收益哦。因为这样连带的丰富的盛产跟收获都是动从这个时期。不过，你去看下，你看到其实今年个新年台合种节庆哦，那个朋友吹调的电影的，去看下影片准对。大家都继续转到出面台北界讨论现场，你见面咧都是高雄界米农去哦。米农咧跳过，你想到是烟叶的故乡，不过你还冇强用咯。了解白玉萝卜，土中生白玉，地内出黄金的这个白玉萝卜，现在呢独领风骚。我们也知道，你哈种有所谓的哈种新民台节庆哦。这其实这几年来在客委会这样风风火办之下呢，它知名度提高很多。我们的白玉萝卜。在今年入选了2016年的客庄12大节庆，这背后有什么样的意涵？你都看的哈，其实12大节庆我们现在很熟啦，桐花季，还有我们自己6堆的嘉年华，哈，也是12季之一哈。我们看到很多标的的，比如说兆安的客家文化节、溃嘴四妹哈，还有我们的义民祭、我们的国庆抢成功，还有苗栗的崩岭等等等。我们发现到12大的客家节庆都是文化节庆。产业节庆，看到今年入选的这个，在明年将要举办的这个美浓区的白玉萝卜季，变成是客庄的经济产业，由产业作为内容的标的来设计这样活动。今年当然恭喜你们美浓区就提报成功。我想请教一下我们区公所的主秘哦，了白呢得到用朋友吹调，你目前了解合种什么台节庆？你就想会好好来操作，用一做，这样做得到了解面上真正打开来呢。米农的拍玉萝卜季啊，吼，可以入选个呢，合为去阿摆个2016个客庄12大节庆啊，吼，主要当时的想法吧，吼，就讲哦，同俺地方上啦，吼，包括俺农会有咧讨论到，吼，近几年来啊，吼，为拍玉萝卜啦，吼，听俺农会同各位农民努力以契作的概念导入认股的一个体验活动啊，吼，单止稳定俺农民的一个收益。也带动到咱的米农体系的一个经济、收hạn公共的一个效益。当然呢，咱在思考，伊个产业发通，它不只是带来的是农产品的一个商品，它也是一个体验的商品。拍玉萝卜的时节啦，唔单止外来游客，包括咱的客家，菜天园呢，旅外的亲朋好友，也系子女，因米摆多阿的时节，种萝卜的时节，演出大天嘛开始关心，讲阿爸阿妹也阿公阿妈今年种一多呀，安尼，俺的一天来叫回去。今天呢，为什么要回来？对，这个就是说啊，在烟叶期已经没有种植之后啊，这个白玉萝卜季在这几年来已经形成说，俺的米农肢体啊，摕萝卜迄个也好，已经含了人记忆中的一个文化记忆了啦，
加上呢，俺们今年啦，吼，俺们菜地哦，俺们朋友落皮啦，吼，也几多人会透过卤落皮嘞、晒落皮嘞，好形成的火黄经济。更重要的是说，伊带来俺们摕落皮迄个青片好油肢体啊，归来，我皮阿爸咪摕田腔绑落皮嘞，摕火黄头线，摕切落皮嘞、卤落皮嘞，种的生活融入我们客家的生活，也文化的传承啊，延续。感觉最重要。所以白玉它产生一种我们社区的内聚力，把外地的游子都会还牵引回来。韩立辉呢哈，先感谢那个主秘，请坐。我们知道客庄12大节庆，每一个节庆有中央补助，都有200-300万的经费哦。那针对在地，过去其实在区农会也有办这个白玉萝卜季，现在他们显然有这个企图心，要更多元的来操作。那刚刚主秘点出了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客庄这种饮食文化的内涵，绝对是这个文化季如果将来要做的非常的突出，非常的跟其他的季别不一样，可能一个重要的内涵。这次提报计划人，我也请教那个冲流哈。你可以跟我们讲吗？你观察到的，我们白玉萝卜在我们美浓庄的内涵是什么呢？跟人有什么关系？有性别的问题吗？有这个在加工上的，刚刚讲到的加工上的一个问题，可以把人也拉回来。本来大家对这边可能在烟叶没落以后，那种内聚力变淡。可是现在新的复兴起来了之后，产生了不同的感情的活络吗？我想讲很有理啦，因为当时因为泡妞萝卜本来对美浓就不是一个很陌生的产业，是随意栽种都看得到的。传统的食材，只讲各位都不起眼哈，都种啊摕迄种来讲都水准边啊，还是土路边吼，用机林地地背哈，慢野种咯，家家都欢迎家，都合作的用心。如果用平常还是不考天数不考好，种田种野呢。但是呢，有限也好，隔壁都水准边有冇？错啊。都个月2口田哈，个月可能都他们2片3片地啊哈，都种的是萝卜，种的是这些山泽啊那些。那跟文化内涵有嘛个关系？我讲是很有理啊。个人冇受看见到欢迎家吼，喺准边种样菜啊哈。而下摆种嘅吼，除了切假食以外。而下摆除因也买嘅幾百元咧吼，也其實都佢充咗一啲市區錢啊。所以如果大家都會看，如果我哋嘅發動點樣，我哋佢強調吼，服務體有點樣角色。如果朋友落皮萬人種到最好食，其實我發現歡迎家種到個好食，因為我條擺種過啊。家種嘅嚇。好，錯冇？阿哥又好，還有萬人過小嘅路啊。絕對嗰時候南邊人家歡迎家過小嘅路，路都好食，唔睇睇貨房前多一種。以前人路嘅5、60年、10年嘅都落白梅路都落皮到最好食。所以睇下過程中都發現都睇下你整個一個新的產業的一個心情哈，它是翻轉的一個性別上面的一個角色。如果我看到都父母比較重要性。所以我們看到現場哦，這個加工品，這個白玉蘿蔔哈，做成像這樣一個陶土甕，其實充滿着過去的農村印象哦。這個大大的甕裡面，這個白玉老蘿蔔，這個是用時間換來的哈，這樣非常好吃的這個蘿蔔乾，其實那麼大的這個甕肚裡面承載的裝的，其實不只是客家文化，還有客家過去婦女整個在勞動歷史上呈現的一個精華。想都覺得很感動，何況是吃哈。不過問題我請教一下潘經理，這裡一個很有意思的點啊，客莊12大節慶算是在客家活動上目前台面上一個很聚焦的重點活動。是。我們看到明年入選的這個白玉蘿蔔季，它是文化產業裡面唯一是這個以產業來作為行銷的。對。但是這我不得想起，在去年這個苗栗公館的福菜節，卜炊啊福菜，其實也是我們客家莊冬季裡做的代表作物啊。它鮮食的時候當常年菜，我們過年不是常常會煮大鍋菜來吃嗎？它也可以經過加工變成ham脆，你講ham脆，然後直接來吃，他們也是產業。鹹菜我們過去在辦的時候是強調那種活動是百人百缸踏鹹菜，實際在加工的過程參與。那但是我們的白玉蘿蔔強調的體驗是可以進到農田裡，進到農田那是第一線生產，是不是這種實際參與的程度的深淺不一樣，導致說我們白玉蘿蔔竟然可以異軍突起，受到這樣關注？你的觀察點又是什麼？我的觀察是這樣哈，就是說其實現代的都市人他是很希望，就是說當他退休或是在休閒生活的時候，能夠在漂亮的一個土地上面有一塊農地，他也可以跟着務農，對。但是70%有這樣的想法，但是只要來一天曬一天的太陽之後，99%都不願意了，做不下去了。對，但是如果說有農夫願意幫他耕作，然後他平常呢可以透過臉書啦，或是其他的軟體可以看到耕作的過程。
然后又可以跟农夫有所互动，这样经过萝卜的45天的成长期之后，他也跟着算是一个半个农夫。哦，他的梦也圆了一半了，其实。所以他有归属感。我们在操作股东会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他可以对他的朋友讲说，哎，那个我种的萝卜哦，在45天就要收成了，就种在美浓。过了45天之后，到美浓来，萝卜我请，那板条让你花啊，是这样。所以这是建构了一个归属感，而且建构时间长，从还没有开始种植到收成，那收成之后，最主要是。我们的股东还把它带回家。其实这不只是股东，也包括一般的游客会把我们的白玉萝卜带到家里面去做加工。所以大家跟白玉萝卜结合的情感是相当深的。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一次获得第2高票，我想这也是很多的参与过的游客、跟股东、还有农民们、还有居民们一起的努力。哦，谢谢你。原来这个产业之外，加上文化包装起来就更可口。那主秘我也想请教哈，其实我们在讲到这个台湾农业农村的新希望，有很大一部分在于人力。如果年轻一代可以回乡来种作，我们等于是看到明天还后继有人。所以现在怎么把年轻人拉回来很重要。其实今天我们在录影现场放眼看过去。在我眼中哈，大家因为认真努力，看起来都很年轻，但是真的很多都是黑头发的哈，都还非常年轻，可能在40岁以下，这些都还可以当作是年轻的型男型农哈，了不起。我们发现，在美浓区跟其他的这个农村乡镇，它有一个很特别不一样，除了他们有白玉萝卜跟丰富的冬季礼作大发生之外，还有他们的年轻人力一直在慢慢的回来。你觉得这个吸力是来自于当然我们。相关单位有很多的策划了哈，这些年轻的农民怎么样把它抓到回乡？我们有些什么具体的政策，将来往后可以搭配这一连串的文化产业再推再走的吗？透过这几年的美浓白玉萝卜季的推广哈，确实整个美浓的整个的经济活力出来。那所以我们也观察到，我们这几年培养非常多的高雄的一些年轻农友，尤其美浓有20-30位年轻农友，我们称呼他叫高雄的型农啦。然后他们回乡来种萝卜。然后可能是养鸡，然后搭配的他的那个萝卜，或者是他的那个番茄季，就能够在这个地方有机会的话，他们就愿意回来。是这样。那我请教一下我们在听的年轻农民们哈，回来务农，你们种些什么？你们种的过程感受如何？那实际的成效收益如何？能不能借今天场合也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其实我推就古来的。因为我ลูกค้า本身係屬雞嘅，就屬中山雞嘅，係所以我就推薦過來就屯人ลูกค้า呢係屬中山雞，可是就沒傳統做苗路，就因為買問題其實，從我爸爸阿公爺買出路有限，所以我就過來用苗路嘅方式來做行銷。那你除了養雞，還有做什麼？從蘿蔔皮。所以你也種白玉蘿蔔。我們有做蘿蔔皮，係就蘿蔔皮來皮那個雞嘅，最後就一個蘿蔔皮湯咩。就是白玉蘿蔔雞湯這樣，就一個套裝哈。係啊，所以因為新鮮呢安尼蘿蔔咧，細蘿蔔，我賣出去其實有限，像伊哋會講唔好，像嗰段呢，我安尼形狀講唔好嘅，講唔好日常嘅嗰種，係上到鐵床嘅，係嗰種我就拿嚟做蘿蔔皮。伊蘿蔔皮做得冰咩？唔冰嘅越久越密實越好。那我也請教一下邵文，其實從鄉村的這個經濟，如果真的能跟過去一樣是鏈接很好的發展哈，其實大家應該願意離鄉的不多。這裡有一個很好的生活品質，跟我們講一下說，其實，在美濃來講，你們在各個相關單位的這樣協助之下，種作。鼓勵農民回鄉來好好經營的最大的這個利基點是在哪裡？可以跟我們其他有想要動心、想念、想回來做務農的人有些什麼喊話？剛開始也是很辛苦，那也是因為剛好農會這邊就是帶領我們這些年輕人往前去衝。那相對的，我也是農會挑選我出來做一個股東的代表。所以你也種白玉蘿蔔？對，我也是股東的代表之一。那因為像我們現在回來，就是說，地方產業其實現在大家對白玉蘿蔔的認識越來越廣了，已經很廣。但是那我們現在是回頭，我們是回想是說，那我們現在要把這個產業做得再提升一點。那我們是不是說，回來就是結合說，我們友善這個大地，
让这个大地健康一点。我们种的食材推广给大家，所有大朋友、小朋友都知道说，一看这就知道是白玉萝卜，这个是番茄。那来的同时来我们这边玩的话，也是一来也可以做一个亲子的一个休闲，是二来也可以认识一个农村的农作物。第三，我们也是推广说，萝卜其实是很好的东西。对。其实我们这2年是都在推全食材的部分，包括它的萝卜叶，可以煮来当萝卜茶喝。像我们去年我们就是直接由老婆操刀，就是直接煮个萝卜茶请大家喝。是。那这个是应该大家都没有想过的这个东西，可是其实萝卜叶跟萝卜皮，其实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我发现你们其实越做越有心得，不单单只是种萝卜，周边的附加价值、副产业的发展，还有其实你们好像很强调一种精神价值，就是在地食材。透明的产销过程，那种养成教育很重要。谢谢你让我们看到这个美浓在地农民他们的那种农业魂那现在因为白玉萝卜越来越夯了我们在超商、关东煮我们在其他的一些零售的市场都会看到它贴一个大大的标语。挂着沾着这个白玉萝卜的美名来得到一个好价格。当白玉萝卜都遍地开花，都已经越来越泛滥的时候，它的价值感还存在吗？所以对区农会来讲在他这一关要努力做的标的业务，就是把那个品牌成功的营造出来，而且要做出来。所以我们看到在美浓区来讲，他们很努力的，在101年就注册了这样涂家文的一个标章。萝卜努力着从泥土往上钻，就是刚刚我们的农民朋友都跟我们分享，泥土大概4-5公分左右就很好拔了，因为它土质松松的，洞口棒这是它的一个标志。到103年之后继续追加注册加码白玉萝卜4个字就登记为我们美浓区的限定特产。我请教一下我们推广股的股长，股长你好，白玉萝卜当年你们要去申请这样的一个专利认证，是要经过努力的吗？经过审议会的评审的吗？原则上了白玉萝卜也洗杂师，只要是朝阳品种一个品种，中阿庭俺的米农的土地俺们都会以为它是白玉萝卜。假使讲那萝卜的人，当时的人种其实我们是不希望它侵犯我们这个商标权的。因为也是你们努力经营出来。那假如我住在新竹，我也在市场上买到了种子，这个朝阳种人人可买，我买了我种了，我可以称呼它叫白玉萝卜吗？我希望你不要用。不行好，因为美浓人很爱白玉萝卜，这个是属于美浓的。因为有你们文化的产业地故事在这边，所以我顶多叫我的新竹的是朝阳白萝卜，因为是朝阳种，但是白玉萝卜可是你们辛苦打出来的黄金招牌好。谢谢你。那总干事，我请教一下，这样招牌我们的股长努力去推在那边做这个专利认证的时候，做了这么多的功课爬树去认证它。那好，现在这个品牌已经被建立出来了，但是我们在市场上如果没有强烈的规范，你们会有什么主动积极的作为吗？当开始发现有仿冒，开始发现泛滥的时候，你们又要怎么做？我们遇到人家仿冒的话，我们第一个当然是很高兴，说那表示自己的推的一个萝卜可能也算一点点小小的成功所以人家才愿意仿冒我们了不过第二个部分，当然我们也呼吁说，其他种植萝卜相关产业的农民也好，或一些团体也好，当然你们要取名小玉红玉什么玉，我们都没关系。可是白玉萝卜这个对美浓来讲的话，我们讲说除了情感以外，我们也是投注非常多的一个心血。我想农产品本身就是要建立它的。从它的品种、品质到品牌的一个建立，本来这个过程就是不是一触可及的。在日本的这个农业术语里面有一个叫做“职人魂”是指当农民全神贯注，把他的心力、劳力还有他的思想都灌进在农作物的时候，真正彻底发挥了这种职人的精神。我想今天在地的美浓的每一位农民都看得起这样的称呼。透过样片，你都会看其实美浓在地嘅农民，佢哋係用咗實踐，佢哋嘅職人魂。到高點大嘅朋友落批地，一台又一台，當然四落批地嘅機器。掉下班呢就看到行到四道長長呢啲，泡泡劍劍，也係農民當然幫你落批地天朝而做嘅事情。四落批的機器它有那個毛刷會把那個髒的沖乾淨、洗乾淨對啊，我們只是回去把它瀝乾，然後再給總上分級夠重要啦，就是你分級的時候要裝得很漂亮，然後拍賣市場的人才會覺得你的貨是很乾淨的。所以家私人可買個高價是安尼啦。社會嘅朋友落批地，經過呈現證一部抗議，老家頭托過本季過後，3點就會裝箱，韓國啲董主前送到農會去搞貨。出貨了哦，希望明天能賣個好價錢。這個
连夜会到台中、台北，明天大概凌晨大概2点多、3点多开始拍卖了。以上有以上的朋友落魄咧，都是陈先生的希望，因为对打造无限多动作，就会希望自家的朋友落魄咧，买遇到较好价。我有讲过哈，其实落魄咧哈是我的收入里面占了一个小部分，只是这段时间哈要空窗期，那种这个东西比较快有一点收入这样子。那你如果说你种得孬，你出的时间假使又好啊，当然有机会赚到钱啊。陈宪真是郑家乡港中的好生意，今年将天一年大量种朋友落魄咧，表现就好。只不过今年艺术卡多品质有所地位影响，因正朋友落魄咧，无论是看起来也是说起来，都同一般的落魄咧有所长。各种美农期农费已经分别伫101年同103年，增强的土韩国朋友落魄咧也40%的双票注册，希望保障得到采取农民的权益。只有俺哋美农的农民所种出来落魄咧，也可以讲朋友落魄。迄假使唔係美农人种的落魄咧，伊种唔得讲朋友落魄咯，因为一个商标权还是属于俺哋美农的农民咧，安尼。因正以后之地可能会继续有农民想要来种朋友落魄咧，故种美农期农费就用总量管制的方式来维持美农体系种朋友落魄咧的面积係200公顷，韩国总部以内量。对呀，开始来把关，为保证美农朋友落魄的品质。美农期哦，两张南台湾的谷仓哦，真的都不是只有单一作物。每到这种秋冬时候，这种收成带来的热闹欢愉，其实对在地来讲是一个很鲜活的颜色哈。最后的时间，我想开放给现场哈。刚刚看过我们的影片，其实我们对自己的农民，自己也是耕作的一份子哈。看到我们现在还努力的在这个土地上大发声，做一些贡献，也跟我们分享。最后就是在这个白玉萝卜季被带动起来，开始有股东会，慢慢的从白玉萝卜其他的冬季礼作都慢慢的发生，慢慢的做起来之后，在这边在地生产，其实你们想要跟消费者，跟你们那些隐形的股东们有哪一些召唤，哪一些喊话哈？我们来讲一下，来给谁啊？这好吗？今天到萝卜的时节，佮当然拢讲个，伊卖拢迄白玉萝卜，尤其今年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因为落雨，所以面拢萝卜咧个少。结果伊讲伊卖迄个面拢个白玉萝卜，结果迄个萝卜落嘢，系去市场上卖。过还有咧就讲，佮当然还毋是讲个。萝卜伊规条的拢迄有营养成分，遐个部分希望讲个农费遐个部分可以，就是搞来帮萝卜的人用来去做遐道料理，像萝卜叶，全部人拢学迄个跳去天球方，就弄迄个，安尼面农有一个方式就讲来做迄边，安尼萝卜叶的，安尼梅干菜、萝卜苗。好厉害！这是谁教你的？哈，这是谁教你的？就是头拜阿妈。哦，头拜阿妈这一代教一代，对，你们没有废物，全部都可以利用。对。哦，像佮萝卜苗吼，伊佫好，就是讲像头拜，你有乜个安尼，非常无爽快。阿妈还记得佮从有就讲阿妈有会泡茶。泡茶哦。嘿，泡茶安尼说，非常就会水好。哇，好想煮煮看哈，谢谢你。你看这样一根白玉萝卜哈，因为友善耕作的关系，从头到脚都能吃。我看到现场也有女性朋友哈，也是女性的耕作者。你好。那像白玉萝卜，我们跟外面的萝卜不一样，是说，其实我们的辛辣感其实没有那么重。所以说，除了我们传统道地的，就是说一些老萝卜干啊，然后萝卜泡菜以外，那像农会在去年我们股东的部分，还有帮我们做一个分享，每个股东农民有分享一道萝卜所设计的一道菜跟一道故事。那像这个故事的设计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想这个部分嘛。除了很多道地我们从小吃到大的东西以外，还有就是创新。就像我们现在行销创新一样，对对对，比如说，我们把那个水果泡菜也把它融入在里面了，甚至番茄跟萝卜之间的搭配腌制，刚好紧接着我们的番茄季，对。所以你们整个冬季里做的各项多元产物都是被搭配好的、设计好，一关一帕卡一帕，所以永远都有丰富的丰收。是，谢谢你。我们也知道前几天货贸已经谈定了哈，当然众多的内容之中包括了一个中国的农产加工品未来可以快速通关，那我们就不得不想到说，这个快速通关以后，这些大量的食材来源。以后会不会变成是我们台湾国内的食材来源之一，然后下放到各个餐饮的中小业者中下游以后，我们吃到的很多的就是在边际管理上，因为现在人力不足，还有很多的隐忧的这些食品，所以我们回归到我们台湾是一个农业的宝岛，我们自己的土
地能够生白玉，能够生黄金，这么珍贵的资产，种出来的东西，我们应该要好好珍惜。所以最后结论的时间，我是不是请教我们高雄市的农业局？在地生产美浓限定，不止白玉萝卜，我们的小番茄、我们的红豆、我们的米豆等等等一些作物。我们春季有野菜，夏季有稻米，冬天有秋冬礼作。真的是应该好好充实我们国内这个食的教育，好好把我们在地生产，是这样吗？因应货贸的一个冲击，其实全国每个农政单位都非常的谨慎。那我们其实是要鼓励我们的一些市民朋友，一些全国的朋友，我们使用台湾在地生产的一个新鲜食材，吃在地它最新鲜，然后也能够鼓励我们农村的小农，他能够生产健康的当季的食材，那能够直送到你的餐桌。那透过农业单位所辅导的，将我们的台湾农产品建立良好的生产规范。我们有我们的生产履历的产品，有选择这些标章的产品。那透过我们农会的辅导，农民的适当的用药，掌握这些把关之后，我想在地生产的会是最健康的蔬果。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愿意使用我们台湾在地生产的一些农产品的话，我想就能够鼓励我们农友能够坚持在我们守护我们农村的土地。那这个是我们觉得是最重要的。那当然除了守护这个土地之外，对于我们优良的农产品，我们也要透过一些精致化的包装，将我们打造我们农村的竞争力，将我们良好的农产品，透过我们每年政府都会举办这个所谓的出国的国际食品展，透过这个食品展，将我们台湾重要的加工品能够向世界上去做推广。我觉得强化竞争力，然后我们使用在地，这两个能够同时并进的话，才能够为我们农民创造最大的利益。是，谢谢。我相信在场的两位来宾，这对农业的永续的观点恐怕也在这哦。从产地到餐桌的距离，如果尽我们所能，越短越好。我们吃到的东西是最新鲜、最有故事的，也是最自己的哈。以上係今杯村民大會到美濃安尼搶朋友垂挑共起了解農業永續嘅問題。非常感謝大家秀群，也感謝大家阿慢辛苦吼，了做研究，感謝大家安尼再會。